在地人在地前来到花莲的凤林镇，伫公路总局的补助下，打造幸福巴士。每一天一班车走市区，唔但免钱，搁甲改造做会当互轮椅就落车的无障碍的巴士，互长辈者出门更加利便。欢迎光临，排一站。一日看到车来，走了排咧排好，这阿公阿嬷真欢喜，大家赶紧上车。为今日起要去市区，总算有车通坐啊，免搁家己开钱坐机动车。当然是方便，我们这个出门的时候要可以坐，因为和老人家不方便走路，所以带这个车。凤林镇以灯会秀出名，全镇有10000外人，90岁以上的有200外人，65岁以上有2000外人，占全镇的1/4。为了方便这时段到市区，公路总局甲镇公所打造这台幸福巴士，往回丰盛健康站到油港、镇公所甲市场等重要地点。一趟计程车呢要200元，回去也200元，所以说呢，那边的人呢，所以对身体健康以及那个保养呢，都比人家呢资讯都比较落后。这辆巴士每一天一班往回免费来接送。公路总局嘛专工改造这台幸福巴士，为22人座缩减为15人座，并且增加轮椅的座位，打造无障碍空间。希望讲和部落的时代，更加有这个动力出门去行行的保持青春。